谢婉莹，台电总管理处大楼爆发着3个员工群聚感染，嘛去为着一个亲人，连续2天大楼的员工 PCR 检验，总共有2685人完成检测，结果拢是阴性。其他呢，像昨无检测的人，今日拢爱转去体检。因为这疫情的警戒嘛，采取1半以上员工伫厝的办公，避免搁集中。大家上较关心的是感染源，到底是公司？ 还是社区，指挥中心分析讲，上早确诊的病例伫7月23就确诊啊，而即马已经真久啊，所以讲这个感染源应该有另外的接触者。普渡大拜拜，病毒请拜拜，标出群聚感染的台电大楼，一透早就来拜拜，要拜托天公伯啊，互全体员工采检的结果，就像落过大雨天顶同款出日头。总共做了累计2600多名的 PCR 的采检，那经过采检的化验结果，全部是呈现阴性。 谢天谢地，台电总管理处包括外包人员2685个人 PCR 拢是阴性，一部分人曾出国无伫台北，无法度测试，今仔日拢转来做体检。维持关岛的警戒，今仔日1半以上的人居家办公，要降低群聚。不过3位员工群聚感染是伫倒位画着，敢有可能是Delta病毒？指挥中心讲，群聚感染拢会做基因鉴定来找感染源和病毒株。目前认为第1位确诊者7月21号发病，7月23确诊，而即马有一段时间感染源应该有其他的接触者。 另外，第7楼上早发病病例和确诊有新的负责人共一间办公室，先发病无一定是源头，凡是有其他接触者，有可能是伫共一间办公室画着。台电大楼附近有真侪商圈和学校，这个群聚感染有可能继续扩烧。台湾其实不是没有病毒，再来我们的边境目前锁得非常紧，所以没有太多额外的病毒从边境漏进来，所以我们基本上还是在应付本土残留的病毒。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？ 它大概不容易大爆发，可是你说它会清零，大概也是不可能的。专家认为，台湾即马真歹做到清零，敢若会使做好清洁，才会当来拜乖乖，互疫情嘛乖乖。